首先喺呢個師訓嘅課程或者係我哋叫做大學所有本科生嘅課程呢，其實已經逐步引入一個有系統學習 AI 嘅一個係課程㗎啦，將會喺明年嘅學年呢，就係逐步會推出嘅。咁另外我哋都裝備我哋嘅同事呢嘅教職員呢喺 AI 方面嘅應用嘅。咁因為亦都希望大家呢係以時並進呢係擁抱呢個 AI 科技。我哋有啲同事呢都係會喺個 AI 個應用方面呢係持續咁研究，結合呢個產學研方面嘅發展。香港教育大學都係師資培訓呢係最大嘅機構嚟嘅。咁所以呢方面呢亦都積極咁呢同業界呢係進行一啲嘅合作。希望咧喺未來咧能夠同唔同嘅機構咧係產生個協同效應，咁咧係希望為我哋個數字教育啦、AI 人工智能嘅教育方面啦係作出貢獻嘅。我哋最近都會係喺研究方面咧係會進入呢個咧係深圳嘅虛擬嘅大學園。咁咧，所以亦都會進一步喺未來咧，係希望同一啲唔同嘅企業或者大學咧，係去申請一啲嘅科研嘅基金進行發展嘅。另外，亦都會喺咧深圳，亦都會計劃咧，希望喺今年嘅年底咧，係逐步咧係會咧喺個教研方面或者特別係教學培訓方面咧係作出一啲嘅安排。